长春发力，运通台中，上马上率，我是米农阿敏。今日呢来到台一线，差不多它有是420公里的潮州。哦，来到潮州哦，我就来也看看来看下是一个最近新建的共融式游戏场。路轮太细，目前年纪10人拢做得来。平常假日了年的时节啦，拢会有市集活动表演。不过我今日还是便宜来啦，我唔想去人讲人啦，我才可以独享这些游乐设施。 哦，大家看看，有我依然生汗，等下运动唔会差哦。我相信贵多人同埋同样都确诊过，然后还在康复期。我确诊以后，我体力同之前比起来甚至差太多诶。一下未就会起来，来到潮州，有底下也有一个共融式游乐场，就来下运动，训练一下体力。好，还在行下嘞。错嘅。我还有一个朋友啦。 伊讲伊要带我去体验讲无像个运动，系见时间嘛差唔多诶，我先落去请伊。艺术，等下来做乜嘅嗱？我走草场哦。我今日带来入边唔系来走表嘅，我哋来溜直排轮啊。直排轮，潮州一个蔬菜吼，直排轮真有名啊。今家来到一个蔬菜，可以讲係潮州嘅一个金库，吼专门出金牌嘅。啊，我冇學過直排輪嘅，要請教練教我冇？當然，我哋今日吼請到一個一定嘅教練吼來同訓練啦。唔驚啦，啊講真是盤都是一定會盤嘅，不過有盤吼，那會進步啦。其實係嘛冇溜過，啊今日你咪強下拼，強下來盤嘅。你也是初體驗啦？錯啦，初體驗。剛剛有一個同伴係就風險嘅啦。強下來盤到，哦，強下來慎重。當然去請教練。好，來。哎，教練。 一個人潮州吼，一定有名嘅阿子教練啊！阿子教練唔好，今日麻煩你哦。唔會。坐低下。可以。教練多謝。我先去換鞋。好。剛剛你先去換鞋。教練，我要求救。我很會動來拍兩個小學弟了，救我。來，Kim 紅衣了。我兩個美女保護啊。幫我帶到那邊去好了。剎車！好，要嘛我哋先帶去草地，跟先練走路，練行路。你們會帶我去草地吧？哎呦，好。剛剛你先去練習，聽的練。兩位美女，我可以相信你們嗎？可以。你這樣被怎麼老了被照出來怎麼樣？先給你提前感受長照啊！哦，好，這個就對了嘛。這個就是這個，所以要先練習草皮。蛋糕要先落下唄。好啊，然後我們再練一個，如果摔倒了怎麼辦？我們先整個坐下來。哦，這個要給龜蟲油。因為我覺得我們就會摔倒。所以說我們摔倒的話，我哋會先從跪着。 位跪着可以，困難哦，然後用單膝下跪啊，還嘛用兩技術，用體應該7條蛋糕，出力，同我，好，哎，
哦，好。等下我哋练的东西有量的，你咧现做 S 型，这是练做葫芦形，去绕脚标，绕脚标，绕脚标，唔好去高度那个脚标，葫芦形，那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，看到脚标，把你的脚打开，过的时候再合起来，打开，再合起来。那连执行还有问题，就会 S 型的呀。哎呀，挑战开始。哎，如砂锅一样诶。哎呀，脚骨酸呢。连做到一半路后诶，所以那个拍线路后。好啊，你要刹车三角形。等它一下。好。刚刚好，对，连起它，盘到哎。模样太卡斯蒙了，你看还黑帮斗哎。来跟大家讲，护具、对冲腰，教练都有教俺哋用嚟烘起来。刚好我现在有机会可以，轻轻的哦。机会可以用到，双手放膝盖，撑起来，1、2、3，很好。好。哎，大家这个不是慢动作，哦，有感觉，有感觉。哎，通道会 Q 分哦。快到了，快到哎！哎，看人家家就是反靠哎，哎，运动饮料领听的哦。冲线！哦，耶！挑战还是刚刚葫芦够简单呐。应该输要从脚球安那种啊。但你那会同的啦。像手给蛙式一样啊！用手去辅助，各种有点帮助呢。有啦，有冇？有得到我粉丝冇？还不错。红衣服的哥哥是1号，1号。那这个蓝色衣服哥是2号。你觉得1号刚刚溜得比较好的举手。哎，一个都没有，安慰奖也没有吗？蓝色衣服2号哥哥他溜得比较好的举手。恭喜高票当年。哎，现在不用。哎，唔知得行啊！哎，你行嘛行唔㗎？係咪推出嚟㗎？推出嚟。今天非常感謝阿志教練，教練按照這樣教練，好好跟你道謝都沒有辦法。好，一起謝謝大家，一起下哎，看啊，引你上位啊！我今天的評審欣賞，謝謝大家。你先冇空起來哦。今日阿志教練特別感謝，帶俺哋天天的一步一步行。唔好看阿志教練安尼哦，伊竟然讓你是誰呢？哎，很多人呢阿志狗，伊個攏比俺哋年紀夠細，年輕有為啦。教練，你馬個時間就開始學直排輪，佢使了3年。唔好，嗰時間我想講我來做教練哦。因為我係選手出來啊，你想要上去同我學到嘅，再教給小朋友安尼。啊，醫生，今日安尼你會有冇個感想冇？大腿嘅蔬菜，我們有7條，一等爽，一等通。但是睇到最前面感受就係，會覺得整隻腳都不是你的腳的感覺。錯。唔條會拉出嚟。是講抬下來有什麼肚肌嘅？剛剛你一下就先來示範。好。要吹蛋冇能，來看一下吹蛋。我聽講，吹蛋哦，隨身帶呢。等一下，唔通會隨身攜帶菜單哦？隨身攜帶嘅菜單啊。剛唔同嚟推薦一下去乜嘅？最有名嘅就係個炒飯嘅。係米濃嘅。拜託，有個同米濃嘅吼，完全冇相同。講起嘢食神就同米濃冇相同。哦，加訂一份嚟食飯。訂一份。然後我推薦一個陽春麵，佢加嘅料條同別蔬菜都冇相同。還有小菜嘛？小菜吼，我聽講，已經處理好誒。你看到我用底條切嘛嘅，佢唔是唔煩哦。你看到冇？你個夢幻粉紅色的板條配的蔬菜，有時講下。哦，那啲米濃冇看過嚟紅色。來，吃一下。你好。係，所以是蚵仔煎的米絲。錯，有加嘅一個鐵皮的東西。
啊，从点好什么？好唔好是问爱唔准，爱很迷弄人呢。好唔好是爱人们隔壁走给姐姐，姐姐们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你们。好好。你们有点那个梦幻板条吗？有啊，你看我们每次来必点的哦，你看超级好吃的，我们都吃2盘的呢。吃2盘了。对呀。每次来必点，你们很常来哦。对，一个礼拜大概来3到4。哦。常客。哦，那姐姐，那谢谢你们。谢谢。太感动，真是归推荐下给你。啊，来，最讲多下给。感觉2给你呢，这样一开盘的小菜，啊，你吃得黑哈？来。是嘞，嘿啦，嘛给人做小菜啊 ，appetizer 好不好？这是大菜，太脆的呢。我洗菜，那3重锅貼嘅，佢菜啦吼。是講聽表嘅見佢重要嘅事情呢，一般有個神秘嘅辣椒醬。大妹，快些嘅辣椒再拿來好唔好？啊，大妹多請。哦，就要個辣椒哦。他們搶籌呀，好唔好？叫我錯。他們係想去搶乜嘢好？你咧辦的呀，我會按你粉色咯。以前啊，夾夾做生意啊，阿伯啊吼，70歲，伊講炒飯咧愛教，愛唔會做的。你就幹技術全部，你就按你做啊都緊。我們就是第一代是一個外省。客家跟外省的融合了。一個結合啦。對，一個融合的一個食物哦。錯。啊，迄家條東係食到嗰種蚵仔煎的米絲，伊係番茄醬嗎？不用餓呀。不用餓誒。不用餓誒。哦，以炒嘅時就不用餓誒啦，古所以哪會吃到蚵仔煎的米絲？哦，難怪。還有不用嘅토마토醬。哎，跟那種唔同係小雞香。有那種哦，我哋吃做啦，人酒，還冇人水。哦，裡邊全部攏係人酒的啦。是會煮水無能啊，等下還會起眼睛的。因為本來吼，伊哦，酒精會揮發掉啦。哦。去看看豆乾啊，這個那是那。啊，噴火的咩？回來。它的辣很後面，你吃下去唔會咁多多，牛呢，硬抽，你內面全部掉出來，唔該鬼香的內面。是個粉錢來看哦，粉錢請做。係又未過貼片咧吼。過貼片咧。啊，醬來醬。哇，按到完了，哇，好好吃哦。他這個超猛的，他是自己灌的。你給吹打很寂寞。慢點，送你走。來。來給松愛，來給劉本愛。還記呢，客家風味哈，潮州的客家風味。來給劉本愛啊。今日來到潮州，來之前哦，我冇想過也未會有客家人。冇想到今日趙順條嘅直排輪教練，伊就曉得講客家，伊唔單止曉得講客家哦，伊還按後生，你是誰嘅？不過唔可以按後生，伊對教學還係個認真，天天嚟教學生嘅培養人嘅興趣，伊自家嘛係選手，伊還係比賽，當同學生嘅有一個共同嘅目標係三網打拼。後來因為藝術嘅關係，但係係一家客家風味，演最有特色咧就係演嘅面扒板。佢貼片啦，同埋佢面容看到係完全冇相同。後來阮嘅頭家用樣啲啊。也後邊還有一段故事，就像人哋客家文化咁呢，隨着時代會有新的改變、新的融合，變化出新的樣式。喺大家對客家文化、客家新的口味有興趣，做得來潮州行啊嚟了解下先，我有無同樣嘅體驗啦。人哋農地啊有路嘅地方就會有客人，接下來就繼續嚟嚟旅行，去體驗嗰度事情吧。